Hello，大家好啊！我係譚，我係 Steven 啊，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啊！今日同大家睇咧係6月27號喎，我哋又禮拜六跑馬啦，喺沙田咧就係九草二嚟嘅賽事啊！俾 tips 之前咧，先嚟睇睇咧呢一日嚇我哋有啲乜嘢嚇馬圈嘅消息先啦嚇。一則咧就係關於咧廖康銘馬房個噃，咁原來呢一日咧就係今季最後兩場嘅泥地一哩賽事啦。咁今季以嚟咧呢一程咧廖康銘馬房曾經就贏過5次，咁屬於最威嘅馬房啦。咁今次咧佢嘅出馬咧就分別喺5場嘅林寶精神啦，同埋9場嘅精英紅心。咁我特別睇好精英紅心啊，因為一來就配強騎師潘頓啦，二嚟咧亦都係喺馬匹咧已經贏過同程係我呢一仗第9場嘅膽嚟嘅。至於另一則嘅賽事就關於騎師，就係布浩榮上個賽日咧佢停賽，今個賽日咧佢復出噃。咁佢都得到咧強馬房包括呂健威同埋蔡約翰馬房嘅支持噃，包括7場佢會騎呂健威馬房嘅哈羅威，11場佢會騎蔡約翰馬房嘅一世美麗，咁大家都即管留意下啦。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睇睇咧呢一日嘅 tips， 不如先睇咗我喜歡嘅一位騎師先啦。喜歡艾少禮噃呢一日咧11場賽事裏頭佢有9匹嘅坐騎要特別留意嘅咧有4匹，包括2場鄉村樂韻、6場有你有我、10場香港仔，仲有11場嘅有型人以上4匹馬咧都係喺同程裏頭贏過啦，而特別要關注嘅咧就係咧有型人因為咧11場呢匹坐騎咧係佢有人馬勝績嘅證明嘅。好啦，咁跟手咧俾 tips 咧同過往一樣，都係有2場賽事，每場俾3匹馬，咁分別就係第2場同第3場嚟嘅。第2場咧係個5班嘅田草1200米啦，我喜歡嘅馬咧順 number 講啦，1號嘅新力嬌，2號嘅鄉村樂韻同埋12號嘅朗日雪峰，1號、2號同埋12號咁先講2號先啦，亦都係我中意艾少禮嘅坐騎啊嘛。艾少禮配搭蔡約翰馬房咁馬匹咧喺剛剛上一仗6月13號775場次咧。就係馬匹過往都跑谷草多咁呢一次咧轉到過嚟田草跑1200-5班，結果咧就被布浩榮咧就新勝噃蔡約翰馬房新勝打搭嘅記錄相當良好啦，有9個 win、7個亞同埋4個季咁至於逆配去到艾少禮，當然亦都係值得信靠，因為布浩榮咧今季開初到依家為止咧，整體嗰個上名咧就16個百分點，至於艾少禮咧就27個百分點，所以我覺得今次嘅逆配咧係一個大大嘅改善作用至於12號嘅朗日雪峰就係莫雷拉方嘉柏啦咁非常合拍嘅騎練組合啦，哇！現時已經累積到23 win 8亞同埋9季啦，仲跑過1檔因為 B 欄咧1200米咧一出即轉彎呢個檔咧相當之有利如果計同程績嘅話咧，又係上一仗啦，6月13號775場次咁配希威森嘅，結果就係鄉村樂韻就 win 咗啦。跟住果然僥倖就到朗日雪峰啦，相差其實3/4個馬位嘅啫。至於另一匹關注就係1號嘅新力嬌啦，潘頓同埋蘇偉賢嘅配搭馬匹咧喺贏過嘅，今季季初25年10月059場次，當其時咧配艾少禮，仲要係4班嘅 win 績4班 win 績再近少少咧數到去5月3號啦657場次配搭班德禮亦都係喺4班嗰度有個披，就跑咗第3名咁原來呢匹馬咧喺4班裏頭有 win 而又有披今次咧係首次蹬落嚟5班，相信咧都可以蝦下對手咁解嘅。
2場5班1200米拆數第一組嚇 B 欄一出即轉彎揀下檔位咯喎嚇。重複一次，我嘅選擇1號嘅新力嬌、2號嘅鄉村樂韻同埋12號嘅朗日雪風啊。好啦，咁啊去到3場啦，3場咧係都係1200米，不過就係4班1200米嚇。順 number 講啦，我中意1號嘅穿甲戰鷹、5號嘅千杯經典同埋10號嘅小魔怪，1號、5號、10號啊。先講咗1號先啦，又係嗌小禮噃，今次配搭廖康明馬房啊。穿甲戰鷹馬匹咧就喺實績嚟講先啦，2月19號4、5、3場次配搭嗌小禮，人馬嘅合拍程度喺3班跑咗第2，輸俾喜慶寶。喜慶寶咧再出咧都有再上名㗎，咁所以嗰仗嘅第2咧絕不失禮噃。而且咧馬匹近嚟咧都有試過閘5月19號試閘 win 嘅，6月2號試閘咧跑第3，咁啊近況咧馬匹都係相當良好噃。至於5號嘅千杯經典啦，就係袁幸堯配搭師傅姚本輝啦。馬匹咧係喺24年遠啲啦就喺前季啦已經講到24年5月661場次咧，當其時配搭潘明輝咧喺4班同程贏嘅，再數遠少少都係24年4月啦582場次啦，咁就配搭弱配啲蔡明紹都係喺4班跑過第3。咁你話喂同成績都幾遠個噃，咁唔同成績有冇少少近啲嘅績參考咧？都有㗎。今年年初1月28號387場次啦。嗱呢匹馬當其時轉過去谷草跑1204班咧，配搭黃志宏咧，以一個領放嘅跑法咧，結果跑咗第3嚇。咁即係話咧近嚟咧呢匹馬咧其實都跑過上名，又係1200，不過係谷草1200啦。咁而馬匹咧原來領放掂㗎噃，咁袁幸堯咧輕10磅咧應該都有個着數啦。至於10號嘅小魔怪啦，就係何澤堯同埋咧毛偉傑嘅配搭嚇。馬匹咧之前咧配搭梁家俊，相對弱配一啲都贏過波5月17號697場次啊。當其時咧配搭梁家俊咧就喺4班同程咧由頭帶到尾嚟 win 嘅咁再數前少少啦今季初期啦12月27號294場次，當其時配搭周俊樂咧就係跑第2，輸俾志滿同行志滿同行再出咧都係有上名嘅。咁至於周俊樂又好啦，梁家俊又好啦咁今次逆配去到何澤堯咧，我都覺得咧係高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關注埋今次配搭何澤堯嘅呢匹馬。重複一次啦，3場4班1200米拆組第2組嚟嘅。我喜歡嘅馬咧就係1號嘅穿甲戰鷹啦，5號嘅千杯經典啦，同埋10號嘅小魔怪㗎。咁呢棚馬咧就冇傷病嘅困擾噃。好啦，tips 嚟到呢度啦禮拜6咧，我哋頭場咧提大家將會就喺因為黃昏馬嘛，咁就會喺4點正咧準時開跑，祝大家到時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